已經辦了幾個國際兒童合唱交流活動，今年有為對美國、匈牙利同中國來嘅合唱團同台灣草地國社會團隊帶來客家人出名，也按多模運用特色嘅傳統歌謠表演。主辦嘅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希望新年透過表演交流，欣賞模運用嘅文化同音樂。上市的國大國層美衫，上市的有國本意為創，還會做國定年下嘅動作。實地國都從國際合唱比賽得獎嘅美國卡諾提歌手帶來國有名嘅美國歌謠。韓國表演國有客家特色嘅苗栗縣福基國小係第二年參加活動嘅。今年也唔但唱合唱嘅兩條客家傳統歌謠。未表現了一段傳統嘅樂器，佢就帶動來現嘅，佢一個係親傳統嘅客家嘅樂器。本家就談到講台灣本地菜地嘅文化，還有客家嘅歌曲，乜當好聽。For me to hear the vocal production of some of the groups that we've heard here is so interesting. And to hear the difference in nuance of language from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s really very exciting and wonderful to be here. 主題音樂交流活動，今年台北愛樂未安排專業嘅欣賞，大禮拜固定期高綜合嘅學校來教，營業到運用嘅唱歌位，韓國建議運用嘅編曲，為業到新年嘅夜表演為韓國孫、韓國刺演。有問題的是部分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在台上被人家看見他們在表演，所以普遍大家都會害羞。所以我們其實在做課程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是會針對他的，在站在怎麼樣能夠可以很安心站在台上。韓國對菲律賓嘅有名音樂家 John Pemberton 係用最簡單嘅旋律、快快跳嘅節奏，會同一啲小朋友來互動。跟台下伴奏上鋪，大家各唱自己嘅，剛發現也係一條菲律賓傳統歌謠。年內音樂端正係無國界嘅方言。客家新聞，祁龍俊、陳欣怡特別報道。